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北国际电脑节明仔载起股，希达执行长黄立芬早起演讲，台股盘中大起要102点，指数上还是起到45931点。中油公司80周年，总统赖清德感谢中油稳定油气的供应。中油工会是讲，中东战争，中油补贴160亿元，望政府爱拨补。副总统萧美琴6月7日到7日要去友邦、秘鲁访问，即刻参与伊的议长韦德泽第2届佮带团来台湾访问。来看台北国际电脑展明仔载特别起股，佮加上开台执行长黄立芬伫台北来发表演讲，所以 AI 族群是表现了真强。台股今仔一开盘就起139点，嘛起破45000点哦。联发科是大起超过7%，鸿海起破300块。广达电脑 AI 嘛拢表现了真好，盘中是大起要102点，指数上悬是起到45931点，嘛佮创新高。收盘是起604点，成交量是1.47条。今仔台积电盘中是起到2415块，是起60块，最后是以2355块收盘。台达电上悬嘛起到2520块，嘛最后是收伫2420块。联发科上悬是起到4710块，只毋过是收伫4555块。Computex 明仔载特别开幕，黄立芬是先演讲，所以嘛带动 AI 概念股是大起。今仔盘中是大起要102点哦，落尾是起604点，收伫45337点，又搁创台股史上收盘的指数上悬的纪录。再来看台北国际电脑展明仔载特别开幕咯。今仔早起 AI 教父黄立芬嘛先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来演讲，伊是俄勒讲台湾今年的 GDP 成长率可能要挖10%哦，实在无法度相信哦。大家上关心的有对几间公司伫扛棒顶头，今年是包括夜市啊、卖水果阿送，佮黄立芬定定去高官的餐厅，拢印伫顶头，是真趣味哦。黄立芬今仔嘛正式发表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甲联发科做伙开发的新晶片 N1X， 伊形容讲，这个晶片会互全世界拢食饿了。讲台董事长林伯礼、基嘉创办人叶培成、台厂供应链拢现身，回答 GTC 大会6月7日伫北流登场，大批海外科技分析师嘛到现场来听演讲。一透早，黄立芬的查某囝黄炳山就带先到现场。哇，推荐者 Yeah, super cute. 回答决定总部要设伫北树科，来这嘉宾当然包括台北市长蒋万安。一透早嘛宣布，除了台湾总部会伫北树科，台北市府嘛参回答的技术团队会有具体合作项目。例如像2036年我们的文湖线就预计要对整个车辆还有耗质进行全面的优化提升，因此我们和辉达合作。Taiwan's rich ecosystem. The richest ecosystem, the world's best supply chain ecosystem. Unbelievable. Well,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here. And this year, our businesses together are growing incredibly. 卫生讲王记虎城肉粽、花牛小馆、蒸窑等等真侪间黄立芬爱食的，拢嘛报互大家知。黄立芬演讲的时阵，甲台厂供应的名单甲填出来，讲即个名单要互伊更较大旁咧，所以形容讲即卖人工智慧会使用3条美金，互员工的薪水有通3倍来成长，用 AI 带动 GDP。Our customers, our partners, don't want to buy computers; they want to build AI factories. Which is the reason why NVIDIA has really started to transform ourselves yet again. Just like now, we are building a full stack system so that our customers could build amazing AI infrastructure. 若即马外界烦恼 AI 会互真侪软体公司倒去，黄立芬表示，所在是代理 AI 的时代，代理 AI 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会使用各种的软体甲技师，所以这软体需求敢若愈来愈侪，袂愈来愈少，大家都安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中油公司今仔是办80周年的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嘛亲身出席。总统是真感谢中油稳定油气的供应，望讲会当继续来提升能源的韧性，引进 AI 的技术。中油工会是表示讲，中东战争发生以来，中油已经补贴160亿元，望讲政府就爱实际半步协助中油的财务。台湾中油公司要过80岁生日啊！这个过程毋但经历美伊战争爆发的能源危机，嘛协助政府担起能源稳定供应的责任。
台湾中油呢将持续推动海外油气的布局以及多元的采购，来提升自有油源的比重。到119年，占比到达10%。以战争2月28爆发以来，国际油价是一直起，为着避免影响民生物价波动，中油公司已经连9档无调整国内油气价销，一个汽柴油合计吸收金额大约166.6亿，中油负债比高达93%。现在中油公司的财务状况是非常严谨的，真的希望我们的政府部门能实际的拨补，才是真正的有效的解决中油公司的财务。针对中油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有增资的计划，我们也期待我们国内大家一起努力合作，也期待立法院能支持。为着望台湾中油公司搁行下一个80档，总统赖清德表示，因应新时代挑战，未来中油会落实提升能源韧性、加稳定供应等2大政策。未来台湾中油要持续强化油气基础设施，并分散进口能源，提升及时调度与备援的能力。第二，积极导入 AI 技术。因为美伊战事已经来到第4个月，国际油价一桶捌破100块美金。不过，初一包括布兰特原油甲西德州原油一桶拢无到100块。因应油价降低，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线燃油附加费嘛，为这个月初7开始调降，短程路线调降到35块美金，长途航线调降到91块美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伫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已经收煞。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演说是无讲到台湾哦，也毋过是呼吁各国都爱提悬国防的预算。咱国国防部长顾立雄嘛表示讲，台美的军事交流有真侪合作，台湾的政区域的责任卖拼势哦，达国防预算增加到 GDP 的5%。香格里拉对话论坛煞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变作是最近这10档以来头一摆伫咧论坛演说当中无讲到台湾的美国国防部长。另外，伊阁警告中国军事扩张，爱印太地区的盟友，甲国防支持的 GDP 提悬到3.5%。也那咱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就回应，台湾是伫咧第一岛链重要的中心，含防卫精研，会努力维护印太和平的责任。台美本来就是军事交流一项，的军事交流合作一项频密。赖总统已经宣布，我们2030会达到 GDP 就光预算会达到 GDP 5%，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嘛。针对中国军事扩张威胁区域国家，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杜洛嘛要和咱台湾等伙伴扩大国防联络，嘛讲发展对台关系对菲律宾的国防空间有间接的重要意义。我们尊重菲律宾的这部分的讲法，但细节的部分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透露，好不好？今日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前几天公布国防授权法案，规划讲要军事支援台湾10亿美金。不过，正前捌传出 ，Trump 甲另外一条4亿美金要军事支援台湾的钱先停起来，互外界真烦恼。不过，这摆军事支援的案件，国军敢有可能看有食无咧？顾立雄回应，无听过相关的讲法。学者就观察，美国国会挺台湾力无改变。关键要是看 Trump 安怎决定。美国对台湾的一个支持度，的确是有可能会因为中共的一个态度而会有所的一个变化。川普他一定会去考量现在的一个美中台的3边关系，而去做一个衡量。学者就认为，避免完全倚靠国外协助，台湾就要强化国防自主。另外，国军投入占南国礁。海群号初一搁出海，这批第15摆海测传出7月9月会赶袂赴，可能要延到9月。顾立雄表示，会以安全甲品质做前提进行测试，未设定交会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正式的名称是亚洲安全峰会。今年中国国防部长党军是无出席，派解放军代表。伫峰会中中国是批评日本一直增加国防预算，佮增加甲印太国家的军事合作，甚至批评讲日本是新军国主义。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是谴责中国，家己有大量的核子武器伫南海甲东海扩张势力。也毋过，小泉嘛强调讲，只要中国愿意坐落来会谈，日本方面随时愿意来展开对话。There is a country that has a huge arsenal of nuclear weapons and strategic bombers. Japan has neither of such weapons, and yet
Japan is labeled new militarism. Isn't it strange? 中国为高市早苗首相上任以来，一步一步强化对日本提悬国防能量的批判，所抵伫5月的川习会期间，以新军国主义的讲法批判日本。小泉进出拢伫亚洲安全峰会场合作出回应。伫演说了后的问答时间，小泉针对中国军方代表团的质问，反倒转去批评中国伫东海甲南海的军事扩張，才是对印太地区安全的威胁。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its defense spending at a high level and 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reas without sufficient transparency. China's external approach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are matters of serious concern for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俗称香格里拉论坛的亚洲安全峰会，照顾咧由印太地区主要国家的国防首长参加，是各国军方面对面沟通难得的机会。不过，中国国防部长党军连续2档缺席，简单由中国国防大学学者代表参加。Japan's door is always open.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will continue to use various channels and every available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firmly with the Chinese side. So please give my best regards to my counterpart, Dong Jun. 小泉除了发表演说，嘛伫论坛期间，甲菲律宾、美国等国防部长进行双边会谈。其中，甲菲律宾国防部长蒂尔多洛的会谈，确认日本会将按算伫2027年除役的护卫舰除役了后，转移予菲国的海军使用。这是日本政府修订军事装备移转政策了后头一届的大型武器输出案例。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海巡署指出，讲中国饲了咱国的东山海域，一档是有超过30只海警船进入限制水域，佫有愈来愈接的状况。有专家是分析讲，中国的海警佫调故意透过上船来检查违规的中国渔船，延长停伫咱国限制水域的时间哦。海巡署是强调讲，咱的国军嘛已经固定驻防东山岛，会来加强执法，宣示主权。不叫中国海警山腰栋梁，不叫中国海警山腰栋梁。海巡公布，甲装入来东沙岛限制水域的中国海警船甲赶走。这几年，中国的船实在是愈来愈抢手。根据海巡的统计，自去年2月到今年5月2月，中国的海警船到12只、39只侵了咱的东沙海域，已经自罕罕的一摆变作有节奏、有策略、有目的性的腐蚀地带侵了。中国海警对东沙的侵扰，目前已形成具备军事、法律、资讯与心理复合功能的灰色地带压迫。它的核心目标就在于消耗我方能量、测试反应、扩张存在，并为未来可能的行动预做准备。海巡警告，自去年3月就捌发生中国的渔船入去东沙海域违法掠鱼啊！咱的海巡甲中国船只赶走，中国迄边的海警船就故意要上这中国渔船来检查，因为渔船随着马上配合海警船停船，咱的海巡继续公布，这船只才甘愿离开。因为东沙岛距离高雄差不多240海里，专家分析，中国想要制造集团的假象，实际上是要来测试咱东沙勤务的部署。美其名说，这个是我们登检，就中国的公共船舶登检他们违法的渔船透过海警船舶在东南沙执行海上执法，来宣称他们就内海化。另外，专家嘛强调，中国小想互金门海域内海化，利用海警船，特不是着挖过来金门的禁限制水域内，拢是希望消磨咱的主权。因为海巡是执法单位，应对的力头是有限，所以目前海军陆战队派兵伫东沙岛看顾。但国民认为，国军伫东沙岛精实防卫性武器，也佫有精苏设施，就是要来吓惊中国军宣示主权。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今仔宣布，副总统萧美琴6月初6到初10会去咱国友邦秘鲁共和国访问，这是萧美琴做副总统以来头一届出访友邦。今仔即刻参议院的议长魏德哲，伫2020年后嘛，搁一届带团来台湾访问。为了深化伙伴关系，总统府初一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展开北洋专案，6月初6到初10出访咱台湾的友邦帕劳共和国。这嘛是萧美琴做副总统以来头一摆出访友邦。这摆访团的成员包括卫福部处长林静怡、外交部处长郭宝宣。今年我们非常的荣幸，再次收到了惠淑仁总统邀请我国正副元首赴访的信函，为了要深化台澎邦谊，也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
赖总统特别指派萧美琴副总统率团。赖总统望这摆访团会当达成3个目标，包括深化两国的邦谊，协助帕劳推广永续观光，还有见证台湾甲帕劳英邦计划推动的成果。萧副总统亲身见证两个国家最近这几冬针对医疗卫生、农渔业、公共建设等领域的相关成果。不一个，因为顶摆总统出访10外地年，气候中国施压，各界嘛真关心。这摆针对中国干扰的风险，是毋是有进行沙盘推演？我们以这个舒适、安全、便利、尊严原则。那这次我们去帛琉，事实上是直飞。任何正副总统的出访，外交跟国安团队都会对于相关的情资有完整缜密的掌握。针对海军军木舰队6月无期造访帕劳，副总统敢会去甲官兵鼓励呢？外交部表示，军木舰队是6月初4离开帕劳，访团是6月初6才到位，所以未伫咧帕劳有共同活动。不过，帕劳是美国的盟友，萧副总统这摆是毋是有规划要甲美方的政治头人外交人士交流呢？嘛引起关心。这次萧副总统到帛琉是应帛琉政府的邀请。所以我一切是客随主便，我们也看帛琉政府的安排。握手爱说主，外交部政务处长吴志忠亲身去接机，接去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初一率团访问台湾，这嘛是韦德奇第2摆访问台湾。预计会甲总统、副总统、立法院代表、甲国部会首长来见面，互双方伫咧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东的冲突国际团烧，以色列是攻击黎巴嫩占领有900年历史、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波福特城堡，伫当地是插以色列国旗。同一天嘛，针对黎巴嫩南部的都市泰尔来发动空袭，即马看起来双方的停火协议可能无效咯。以色列军队5月31成功把黎巴嫩南部的波福特山头拍落来，而且占领山顶的波福特城堡，同时插以色列国旗。这也是以色列伫西元2000年对这个城堡撤离了后，26冬来上侵入黎巴嫩南部的一届军事行动。תפסו 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הם כבשו את רכס הבופור. ועכשיו ההנחיה שלי היא להעמיק ולהרחיב את האחיזה שלנו במקומות שהיו בתפיסת חיזבאללה. 波福特城堡是12世纪起的，属于12军出征时期的古堡。伫过去正10冬来，一直是中东冲突的大战场。以色列捌伫1982年开始对黎巴嫩进行18冬的军事占领，迄当阵就把这座城堡当作是重要的军事基地，一直到2000年撤军。波福特城堡因为起伫真悬的所在，看落去就是以色列北部甲黎巴嫩南部的纳巴蒂耶地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表示，控制这个城堡，就是要毁掉真主党伫山头的军事基础设施，而且把这块地划入以色列伫黎巴嫩的安全地带，消除对边境居民的威胁。以军伫东港也继续空袭黎巴嫩第4大城泰尔，上无造成14个人死亡。虽然以军空袭进前有发布撤离警告，也毋过完全无互人撤离的时间。美国政府批评以色列互冲突加悬，同时也讲透过对话达成停火，代价会较少。المفاوضات مضمونة النتائج بالتأكيد لا، لكنها الطريق الأقل كلفة على وطننا وشعبنا مقارنة بالخيارات الأخرى اليوم. 进前由美国等外部势力敲好的几个礼拜的停火协议，因为欠一个真有力的约束，佮加上真主党态度正硬，以军同时也继续空袭加沙地区，已经互这项停火协议亲像一张废纸。公司新闻建关庆编译。再来看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昨选总统，因为无候选人票数过半，所以票上侪2个候选人爱伫6月2日再来进行第2轮的投票。这2个候选人，一个是现任的总统小天，另外一个是支持美国总统川普路线保守派的政治素人。针对今仔的选举结果现任的总统佩佐是指控讲计票系统有问题，伊要求讲爱伫法官的监督来定验票。哥伦比亚政治素人德拉艾斯普里耶亚，伊有唱歌歌的名声，人一到投票所，热情的民众就挖过来甲发声。这个47岁总统候选人，出身是刑事的律师，处理过真济大人物的案件，名声是烫行城，伊连歌剧拢会晓搬。IG 顶悬有900万的民众甲对调调。
这道选举头一番的投票，99%的票数已经是算了咯。声势正惊人的德拉艾斯普里耶亚摕到我44派选票排第1名，落伫后壁是摕到差不多41派左派候选人塞佩达。6月2日，两个人阁要继续拼第2番。Colombia necesita pues una persona comprometida así como lo es nuestro candidato presidente Abelardo. Colombia necesita seguridad, necesita salud. Colombia necesita todo lo mejor. Hay que hacer el cambio de mal hacia bien. 德拉艾斯普里耶亚非常欣赏美国总统川普，伊选举的主张就是用军事强力来打击犯罪，而且恢复甲美国的安全合作。这甲现任的总统裴佐的立场是真无同。裴佐是三不五时甲川普因为毒品的问题咧对价，那另外一个候选人嘛是声势真悬，裴佐正大力斗相挺的塞佩达，伊是主张延续裴佐的路线，维持社会福利，而且继续甲武装团体和平谈判。参德拉艾斯普里耶亚的看法是天差咧地。Mucha de esa gente que se dice que no quiere votar por él, que no quiere dar el voto por el sí. Estoy totalmente convencido que no es que estén en contra de la paz, sino que han perdido la esperanza en que es posible. 过去几大礼拜，塞佩达的民调拢是拼最前，所以头一番的投票结果，让总统裴佐是非常的不满，甚至伊伫社群平台顶悬铺文，即期算票的软体去互人做手，加80多万张幽灵的选票，嘛宣布身为总统无要接受私人算票公司算票的结果。公司新闻红鲁梅编译。来看法国巴黎圣日耳曼卡球俱乐部欧洲冠军联赛是连续2档摕到冠军哦，球迷是欢喜庆祝，也毋过所有人欢喜过头，世界去放火破坏，已经有超过400人被警察抓起来了。球迷放烟火、照光弹、烧铁马站的铁马，搁庆祝民众弄破店头建本图的玻璃，破坏路边的车辆甲公车站。警方只好用催泪瓦斯来驱赶。巴黎圣日耳曼卡球俱乐部30日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小赢，搁再摕到冠军。最少球迷拢小狂走去街路庆祝，在法国各地拢出现破坏的行为，有400多人受逮捕，7个员警伫冲突中受伤。去年巴黎圣日耳曼摕冠军，就引起2人死亡的暴动。法国警方今年特别紧张，伫全国部署22000个警力。其中巴黎有8000个人咧戒备，巴黎市区有个电车停驶，地铁站关掉，部分路段的公车嘛暂停，有真侪店面提早钉插板仔来保护。法国内政部长谴责相关暴力的行为，讲完全无法度接受。球派政党领袖马林勒平嘛伫社群发文表示讲，敢若法国再因为一支骹球队摕到冠军引起暴动，佮口说讲民众甚至爱伫咧胜利迄天甲家己捐嘢出来，较袂拄着暴力。2026世界卡球赛开幕较无2礼拜，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举行联合维安演训，由国民警卫队、陆军甲宪兵部队参加，进行城市作战战术推进，佮有亲手伪装暗藏这寡训练。Que realiza de manera cotidiana el personal de la Fuerza Especial de Reacción e Intervención de la Guardia Nacional. La seguridad y los eventos para llevar a buen puerto están centralizadas en la defensa. Existe un centro coordinador que es el que va a llevar a cabo estas. 因为墨西哥长期受到毒贩暴力、帮派犯罪甲治安问题的困扰，世界卡球赛维安工会特别受到关心。当局希望透过展现应对大型国际比赛的安全威胁的能力，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会当安心来看比赛。公视新闻陈秋梅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宜兰的南澳常常发生意外海边啊，昨早起哦，才有7台露营车甲25个人互救出来。昨暗晡又有人去露营，互大影降落海。有一个查某人互救起来，也毋过有一个39岁查甫人失踪，目前是搁继续在找人。空勤直升机伫海面上进行吊挂作业，因为31暗时，宜兰南澳新北海基海石洞又搁发生一件一对男女互大影架起的意外，有人扑伫海面报案。空勤直升机日时继续搜索，因为护林人虽某有救回来，不过做伙的39岁姓黄的查甫煞无看影。护林人第一时间报案，伊讲是去南澳海基露营，不过警察甲问的时阵又搁改嘴，讲是去散步。上不好，你看打到这边，昨天晚上打到上面了。
校长指挥所属的义消表示，深入海墘海石洞千万唔通搁再去啊，因为影的拍外悬真正无法度预测。这届救援行动有义消救难车互家入去海里，甚至造成一个员警受伤。消防员31下早啊，才帮助调至南澳海墘海石洞的7台车25个人出来。同一日暗时又搁发生意外，当地安怎管制，正做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后续会跟消防局取得相关的资料，然后以函的方式转给相关单位。我们会建议相关单位依照相关的法令进行判定，如果有违法，应该要进行相关的处分。如果有关引火不当，那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先是刑事移送。南澳海墘的土地管权有林保署甲国产署官府的发文，互监管单位确认车辆入去海墘录影的行为敢会违法。林保署是表示，伫南澳海墘海石洞感到烟火行为可能违反森林法，通用刑事处分。录影行为无违法，简单会当看到，即摆已经伫现场采购示牌，提醒即个海域的危险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暗10点外有一台大都会客运982路线的公车驶伫新北市的中和，去弄到路边的7台奥多麦哦。迄当时公车大约是有20个乘客，加载是无人着伤。公车业者是表示讲，这个驾驶是要挖正手边停车，无扎好去弄到边的奥多麦。62岁驾驶是无啉酒，警方是表示讲，因为这个驾驶无异常，嘛无毒品的前科，所以是无做毒品喙烂的快胎。公车愈驶愈去，弄到边啊足侪只奥多麦的运将紧急停落来。浪个力伤大，公车头前门的玻璃规个拢碎糊糊，甚至代志发生的时阵，车阁有20个乘客，好佳在无人受伤。听说是他的那个方向盘一直往右，所以他的前门的玻璃也碎了啊。那黑黑的是他公车的碎玻璃，他给我不接受吧？是我老婆回来的时候说那个公车有撞到，我去的时候警察已经在那边了。等来到现场，规涂骹碎玻璃，机车车壳破去，车牌嘛落落来，有7台奥多麦算灯。肇事的是大都会客运982路线的公车，5月31日暗时11点外，经过新北中和景平路，准备要挖靠中和区公所站，熊家己弄掉。司机经检测酒测值为0，已制作相关谈话记录在案，后续将依提供自行车记录器，完成初步认定。肇事运将经过酒测检验了后，无啉酒，不过并无做毒品喙烂快胎。警方就说明，驾驶的状况真正常，才无做毒品的检测。因驾驶长向右靠站时没有抓准与路旁机车的距离，因而不慎撞上路边停车格的机车。经查，谢姓驾驶长上次休假日为5月30日，工时皆无异常。运将的公车公司就回应，这个驾驶回来做当外，表现拢真正常。这摆拄休困了，回来上班，无超时的问题。不过要测正平停课的时阵，无甲奥多麦距离算好、料好，才会造成这个问题。会等待警方的协助，甲奥多麦车主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经政署统计哦，今年1月到4月，就差点要5000件的食毒塞车，其中属伊托米子的状况是占袂少。有立委就呼吁政府各部会应该爱合作，对掠毒品检验到预防教育来减少食毒塞车。警察驶入去巷仔内甲大楼，买着食毒塞车佮拒绝临检的查甫人，这是发生伫高雄凤山5月30的案件。根据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月到4月，全国查到4725件食毒塞车的案件。最近双溪分大的食毒塞车愈来愈严重，有立委开记者会，希望政府下部会合作，减少食毒塞车的乱象。同样的是，连走都走不动哦，你叫他走，他都走不动哦，肌肉会跳动哦。其实我们最担心的烟弹的问题是在那1分钟到1分半钟，烟弹本身呢就跟一根烟非常帅气的一个烟电子烟，它随便吸2口之后呢，它第一个步骤会产生的是意识混乱，就是经常的断片。专家指出，药物伊多米的，也就是大家讲的双时分大，会影响到意识甲判断能力，赛车会失去控制，风险真悬。另外，立委嘛表示，新型毒品的变化真紧，建议提升检验识别的能力，嘛要管理金流甲网络管道来阻挡毒品。吸食几个小时之后，可能就可以排出体外，就验不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仪器要更能够提高它的灵敏值。各种社群平台，他们都用这些秘密的社团，
毒品就公然的在上面交易。数发部应当要能够有直接强制下架的这种权利。立委表示，未来就要下部会合作，整合卫福部、交通部、甲警政署等等的单位，结合源头的杂质，检验到后续预防教育，减少毒品的流通，才能降低食毒死者造成的危险。那卫福部是回应，已经有规划要修改《危害防治法》，若有电子烟相关的产品，相关会罚1万块。同时，嘛会加强食毒治疗甲转介机制，来降低食毒甲食毒死者的风险，做伙守护社会安全。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再来看，侪岁人换驾照5月31开始，对75岁调降到70岁。咱来看屏东九如乡的乡长，因为特别方便时段，今仔早起9点开始，和420个通过体检的70岁以上的老大人，来图书馆听2点钟的讲习，得当伫现场来换驾照。乡公所人员引导时段交相片和体检报告，地当入场准备听交通讲习。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对昨5月3日起过，即马75岁以下、70至74岁长辈爱伫新制度起2年来换照，会当用到75。即届重点是体检了后，搁爱上2点钟的交通讲习，才会当领新驾照。屏东九如乡公所为了减少长辈走监理站的麻烦，今仔日早起9点统一举办交通讲习，和时段做伙换照。比较便民的哈，就是说，不用一个一个跑去监理站啊哈。对对对。一定要有人驾照吗？对啊，你若阵啊有要边啊，要存一个谈，你无驾照嘛袂使啊。九如乡头港就420位的时段申请换驾照，图书馆坐到满满，监理站人员挂印新驾照，长辈表示真方便，毕竟阁有骑车的需求，就按照规定换。而且大部分长辈对18岁考到驾照，就骑到即马。这几年的交通制度有做调整，趁讲习甲规则舞清楚，才袂无涉及违规。提早来换照，大家有一个安全的驾驶的能力才知影讲家己有。欢迎来啊，还是目睭已经蒙雾啊？啊，摕到驾照欢喜无？即摆有，嘿，啊，你走来遮，专工走来遮迄个嘛吼，有驾照。头批领着新驾照的时段拢真欢喜，会当安心啊骑车。交通部公路局表示，满75岁的时段，共款需要第3年来换照，每3年1摆。若无换照，搁骑车上路，会罚1800至3600。呼吁时段配合，减少长辈发生交通事故的数量。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台中市有一个太太指控讲，2当前伊甲5个月大的查囝交予厝边一个合格姓张的年某来照顾，也毋过查囝亲像受到虐待，头壳受伤，动过5届手术，佮诊断讲有中度的身心障碍。也毋过检方根据医疗报告是认定讲，这个囡仔早就有着伤了，所以年某是无起诉处分。家属是讲，因无法度接受。规身躯拢擦讲，迄时只5个月大的红婴仔脑部严重受伤，即马过2冬啊，若行动无方便，语言能力阁停伫咧1岁半。这个疑似是虐待囡仔的案件，伫咧2024年7月发生。家属真不满讲，台中地检署伫咧今年1月对姓张的年某做出无起诉的处分。家属申请再议嘛启用驳回，表示对司法的结果无法度接受。事发当天，他其实把我女儿独自留在家，所以他其实那2个小时会不会是连小朋友怎么样受伤的，可能连保姆自己都不知道。他应该就是可以正常去上课的年纪，但他现在就是每天都要去上复健课，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像一般的小朋友去上幼稚园。这个老母就表示，代志发生的迄天，接到年某的电话通知，囡仔失去意识，规身躯软高高，家属紧急送病院，医生诊断爱插管进行开头壳的手术，才发觉代志真严重，到今已经经过5摆啊。伊指控年某伫咧代志发生的迄天，甲囡仔留踮厝做伊出去，而且代志发生的第一时间，嘛无直接甲囡仔送病院，有延误就医的状况。地检署表示，代志发生进前就有旧伤，认定代志发生迄天并毋是重伤的主因，加上欠缺直接的证据，所以无起诉处分，嘛甲家属申请的再议驳回。就是骑车出去大概4分钟、3分钟就会回来，就会回到家。那个孩子其实也是在一个安全，因为当时我是跟他讲说，如果我们要出门，我们是会帮他上那个什么那个安全带，他就是躺着。
躺在那个床上这样子是没事的，他也跟我讲好。年宝表示感谢司法甲清白害予伊，而且伊阁强调有和家长讲好，因为要倒本数，所以才暂时甲囡仔留踮厝，毋过有甲安全防护做好，否认有虐待的状况。消防局表示，这个年宝捌甲囡仔留踮厝2摆，分别采取3000块甲7500块的罚款，除了限期改善，目前嘛已经甲合约解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外媒体最近伫医学美容是真事件，也毋过国家卫生研究院上新的研究发现讲，外媒体毋是万灵丹，若使用了无妥当，有可能等等会造成癌细胞转移。外泌体因为促进组织再生、细胞修复等功能，即几档伫医美市场真清，嘛加做再生医学的日本技术。毋过国家卫生研究院上新的研究发现，细胞外脓包家族的外泌体毋是万灵丹。比如伫灵癌细转移的研究证实，癌细胞放出来的外泌体，嘛有类似的表面糖化矽价，会当改变细胞血管的通透性，等等有可能帮助癌细胞转移。它这样子的糖衣就像一把钥匙。可以让它在到达肺之后呢，在肺的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去成功的打开细胞之间的连接，所以它很容易可以穿透这个细胞，然后进入这个肺的组织。另外，伫神经损伤修复方面，团队利用小分子诱导测量，互间质干细胞产生一类有神经修复潜力的功能性细胞外脓包。研究显示，这种功能性细胞外脓包有修复神经的功能，嘛伫动物实验证实会当改善小齿、脑损的学习认知表现。脑伤小鼠它脑伤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泳池里发现这个高台，所以它一直都找不到。可是当我们给它这个诱导的外泌体的时候 ，EV 之后，它就可以成功修复它的脑的功能。研究团队强调，外泌体疗效甲安全性受到来源细胞状态内含的有效成分进入体内后的分布，佫有敢会当精准去到病灶的影响。未来细胞外脓包的治疗重点会建立伫通定期、通检测、通追踪、通验证等完整品质标准。这毋但是推动再生医疗甲精准医疗的重要基础，对保障病人安全、避免市场乱象嘛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东河乡杜兰村有民众发现有一张厨房招生的广告，伫广告顶头有一寡英文字，也毋过看起来那亲像拢是毒品的名。这间学校嘛已经去报案咯，嘛请家长着爱特别注意。厨房是真侪少年人喜欢耍的运动，若台东的偏乡有袂少青少年会伫大路顶耍厨房。不离个顶礼拜伫东河乡的杜兰村，有乡亲发现一个厨房的招生海报。顶悬无写联络的资讯，煞有写一寡英文字，好亲像是毒品的名，有迷幻蘑菇、四氢大麻酚，抑个摇头丸等等。民众烦恼这损长少年人的健康，马上公告伫社群网站，爱大家注意。那张海报上面暗藏了玄机耶，那后来就一查，果然那些英文字母的缩写，全部都是毒品的代号。因为杜兰村厨房运动的设备就伫国小唱园仔外口，学校嘛烦恼囡仔朋友若看到这招生的海报，会想要报名去参加，所以已经甲囡仔来做毒品防治教育。若学校讲，乡公所今年嘛甲这个公共的运动场封起来，讲要改建，嘛参家长说明，讲要来查证这招生海报的来源。在进行的时候，能够转移这些设备到相关比较符合规范、安全规范的场地。或者是说比较容易管理的场地去。学校已经将相关资料通报台东县的教育处，也有警察，卖加强伫专管各重要的路段，无定时来做临检，避免互这毒品软空软芳撞入来台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的前顶个月23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的天狗日咯，卫生局连续监测10天，嘛西网仔顶掠到300外只的网仔，查到104个有生网仔装水的物件哦。卫生局嘛伫高风险的地点来查天狗日的警戒期，提醒民众着爱加强防疫。亚北嘅天狗日警戒期，踩伫咧路边，四界也拢有告示牌，提醒民众爱注意环境卫生。高雄前镇自5月23出现全国头一个本土的天狗日了后，卫生局连续10天针对附近环境，放95派的网仔灯来加强监测，发现网仔甲网仔市的密度相过悬，因此伫咧二圣路甲三道路的重点区域来采警戒期，爱民众加强环境的摒扫消毒。扩大裁减744人。
尚无发现新增确诊个案。当地社区自本土登革热发生之后，迄今连续10天施挂95盏防疫捕蚊灯，迄今捕获了320只成蚊，查获了104个阳性容器。社区疫情流行风险仍需高度警戒。你看嘛，登革热，他会害怕吗？会啊，所以说我刚刚都从那边走。看到蔡天狗这个警戒期，民众闪正哩，这就是顶礼拜3号卫生局限2天内爱甲粪扫清走，袂使阁营业的购物商。卫生局讲，因为购物商甲地主土地银行无伫时间内摒清气，阁当着2只鸟鼠，拢总开罚72000块。初一早起，购物商继续用卡车甲物件载走，回收场已经清甲空空。有封锁线搭告示，甲人讲无要阁营业啊。附近民众讲有改变都是好代志。他家拢有鸟鼠啊。啊，即摆拢无啊，即摆拢除了啊，挂前后拢除了啊，哦，伊拢老消毒啊，好啊啦。购物商清刷了后，卫生局29已经发文给土地银行，爱改读土地契约。6月7日废止购物商的营业登记。卫生局强调，回收场附近拢有倒监视器，只要发现粪扫，搁再来遮等，就会按照废清罚开罚单，上悬罚6000块。记者柯家族朝阳高永昌报道。桃园的警犬队伍已经成立2档了，目前是暂时设伫大溪一个派出所。新的场所嘛已经流标2届，最近总算标出去了。今仔新建工程伫大园的沙仑里来动工了，按说明年的第3季会当完工启用。桃园警犬队成立2档，目前暂时伫咧大溪3站派出所做临时的犬舍。啊，毋过新厅舍伫咧经过2档的流标，初一总算是咧大园区沙仑里进行桃园警犬队新建厅舍工程动土。是有别于临时厅舍，它更多的训练空间以及散放空间。那对于我们这种大型犬来说，散放是很重要一件事情。终于有安全的环境可以让狗尽情的奔跑，在训练上也会更加有效率。点香拜拜，用沙条乌土，桃园警犬队新的厅舍总算是开始动土了。桃园目前总共有6只警犬，伫咧查毒也是真侪专案，拢斗相共足济。新的警犬专属厅舍面积是1000过95平米，预计会起2栋，拢是1层楼的厅舍，变作是未来11个人、10只狗的训练基地。我们期待能够在最快的速度上面把这个犬舍完成。新的犬舍它有足够的这个训练场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伫咧大园区的警犬专属厅舍，规划一栋领犬员和民众办公的空间，另外一栋会变作是警犬的宿舍。连接2栋厅舍的厝尾顶会铺人工草坪，变作是训练的场地。规个厅舍设计融入自然的意象，强调自然通风、通光、甲绿化节能。预计明年第3季就会当完工启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成功大学甲民间的基金会办第3届的成功台语歌听秀，参赛者有的是唱家己创作的台语歌，有人是搬布袋戏，是拢真有创意。慢慢讲会当来呈现出台语的特色。台顶参赛者大家拢展现自信，有人感情丰富来唱家己的歌，有人摕台语经典和流行歌曲展现唱歌的功夫，甚至搬布袋戏、讲台语笑开拢无问题。这是成功大学文学院和发起台语基金会办第3届成功台语歌听秀的活动，成南北二路的学生超过60支队伍报名。落尾20组入决赛，活动分做口语和唱歌2组，多元的表演形式拍破传统，展现新时代的台语魅力。阮来甲这个活动赞写，毋过其实阮嘛会当对这个活动内底学到真侪物件。我咧摕麦克的时阵，我有淡薄手咧喘，但毋过我感觉讲就是爱家己的心情稳定，用上平常的心态来去面对这个比赛安尼。活动即摆邀请看海专家做评审团，嘛特别安排专业的老师来教带学生。参赛者分享讲，这回唔呐甲各校的学生互相交流，嘛有难得的实体训练机会。无论是台语发音、肢体表达，也是甲观众互动的技巧，互因有全方面的提升。那评审团是真学了这参赛者，因认为这唔单单是一场比赛，未来嘛会当创造多元台语的新剧本。老大人因已经算差不多拢会晓讲啊，袂晓讲的，就是即卖的少年人，会晓讲的，就支持因，互因会当后摆因后一代会当安尼一直起来。蔡美惠老师虽然是国文系老师，伊嘛推这个台语，不只是文学院的学生，其他学院的学生嘛拢来报名参加，真侪台语的一个
热心的人士甲团体嘛，对这个活动愈来愈重视，学校嘛对这个活动嘛真支持。主办单位强调，要挽救台语，一定爱对少年袂定紧，希望让大家知影台语真实行，唔是济岁人才会去注意的。唔望透过活泼在地舞台，通声更较济台语家庭和无共世代来斗闹结，鼓励出少年人对母语认同，嘛互珍贵的母语通世代传传。记者楚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台湾的碳汇的制度，去年开始实施哦。今年会针对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利用化碳超过2.5万吨的事业单位来收碳汇。环境部是表示讲，预估今年大约会当收45亿。我们预估可以收到大概是45亿左右啊。当然，这个还是要我们到今天截止日才有办法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统计。环境部强调讲，目前是有465间的工厂得爱纳碳汇，一吨代表300块。有430间工厂有申请自主减量的计划，有402厂有通过。那企业过期无纳会有罚款，超过30日无纳买以上强制来执行。再来看台电公司为伫婚林未了的发电机组，昨中昼有一台风机着火，烧到暗时才拍花。经济部能源署嘛表示讲，已经要求业者针对同类型使用真侪档的机组，都要加强管理、巡检嘛要落实相关的防灾应变。风机唔知影什么原因起火咧烧，地书烟一直冲出来。5月31日中昼时啊，伫婚林未了三成保安林地绿叶风场风力发电机组发生火灾，一直到暗时7点多，火才化去。附近的居民烦恼会受到影响。要买烦恼，看袂烦恼，迄厝底啊，伊种好火，你无在好处理。盛会相关呀。有啦。那台湾未来的这种再生能源越来越多，这种危险性是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就是关心这里未来我们现在只是烧1支，未来剩下24支会怎么样？因为风机的起火点离地面有70米远，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了后，嘛简单会当戒备，无法度拍火，这引起在地民众的烦恼。对此，经济部能源局强调，台电也咧理清起火的原因，不过已经要求因爱加强运转管理加巡检。针对这个案子的话，能源署的话，基于所谓的电业的主管机关的部分的话，我们会来强化相关路易风电的灾防应变能力。那包含它平常的一些运转的一些管理的一些方式的部分，那同时如果有相关的灾害，会来做一些通报跟相关的一些应变的部分。这届起火的是未了风力发电17号机组，是2010-5月27开始商转。原本整体有23支风机，部分机组已经陆续淘汰。能源署表示，会要求各电业针对同类型一定年限以上的机组加强管理甲巡检，搁来甲消防署进一步讨论，针对风机若发生火烧的事件时，会当有更较完整的通报程序甲处理，以确保再生能源的供电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乌山头水库，即马水已经大底了，嘛已经无法度使尽了。水头的曾文水库水量嘛已经剩无到1成。经济部水利署是强调讲，黄霜雨季就要来了，目前是解开，还有1个月左右的存量。看过民间业者载人客的观光游艇，就直接吊伫咧铺轮顶悬，就连码头拢起一边，要爬楼梯就要特别细致。乌山头水库水位直直倒，真侪游艇拢吊咧袂顶袂动。业者讲，这真正是生目睭，头一摆看到啦。我们来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水位这么低的啦。像现在这种状况，完全都没办法行驶。现在是没有办法。水库内底还有一个石拱琴，早期是凉亭的底座，平常时拢伫咧水面，敢若是靠岸的时阵才看得到。所以游客即马看到这个模样，真正拢惊一跳。原本特别著名的道南，要到乌山头水库坐船仰手看风景，无想到讲水库下底是大窟窟，船袂出去，实在是有够可笑。下降了啦，应该要下雨了。这梅雨季节，可能快有个落尾。我本来是要来坐船的，结果没有水，所以没有办法坐。像这几天下雨，也下在北部、南部也不下。
乌山头顶悬就是詹文水库，虽然是全台湾上大的水库，自去年入冬开始，这雨就落了无济，若春雨嘛落了无介理想，所以詹文水库的水量已经剩无到10%。若是阁无落雨，这水情的压力恐惊愈来愈严重。若到初一早起10点，南部3个主要的水库，抑阁有7352万吨的水。经济部水利署强调，即马当是大水期转做是落雨期的期间，所以水情抑阁会当控制。如果扣掉一天要100到120万吨，但是高雄资源的量有30万吨以上的话，每天的一个用水量大概会70到80万吨左右。那依照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满足到6月底。而且能够再满足1个月以上的一个备源的水量。水利署强调，即马布产淹水拢已经结束啊，会让靠较侪水出来，会来做调度。佮加上黄霜雨季，所以即马水库的水虽然是无介多，也毋过水情的信号灯是也未倒。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度风台，像美目前长对台湾的东部外海上北，包括花莲、台东有真侪船只拢先停伫港口待避风台咯。气象署嘛提醒讲，今仔明仔载2天，像避风台往咱台湾上近哦，北部甲东北部会落雨，也毋过明仔载风台就会走咯，所以天气就会真烧热。拜四开始会阁连续落几啊天的黄霜雨。今日台湾大部分地区拢是侪云的乌阴天。不过，对拜一到拜三，受到今年第6号风台强密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可能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过到山区也会有局部的西北风。另外，拜四进前西北部、南部啊山区甲华东冲过，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可以看到，在周3之前，其实都有一些局部比较偏高温的情形。我们今天是一个比较偏北风的状况，所以说在中南部的近山区，还有在花东纵谷这一带，甚至在宜兰这种背风面的地区呢，都会有一些局部比较偏高温的状况。像是在台南的近山区，我们目前也有发布高温资讯，提醒大家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若拜四会开始反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会愈来愈济，一直到拜6礼拜。全台各地可能拢会落雨，尤其是南部、东南部甲山区，过到了后，要特别注意短暂的大雨，也是雷公雨。气象署提醒民众爱记得早好呀。周4大致上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不过也可以看到整个雨势上面跟前期相比是比较明显的增大了。周5左右呢，南台湾这边的降雨还是持续，有一些局部大雨的情形。其他各地的天气呢，在周5过后也会有一些较大的雨势，那甚至呢，在其他时间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零星阵雨的情形。我们也可以看到，周6、周日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其实各地的降雨几率还是比较偏高一些。气象署表示，今年的第6号中度风台强密，目前继续向北边对琉球附近的海面行线，虽然较无直接影响到台湾，不过受到风台外围的云系影响，拜三进前北部甲东部沿海地区、恒春半岛、佮有马祖可能会有大影，民众就要细腻。记者郭耀基、谢桂玲台北报道。下半部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